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个17公司大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富宪，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桃园某病院群聚感染扩大，加第类医生确诊，指挥中心也要检讨密切接触者规定。前总统陈水扁今日照常录公布，落雪随登去送老母陈李新豪华进塔。强烈冷气团到北台湾今日担任太平山国落雪花大东嘉宾屋乌面结冰。指挥中心昨暗临时宣布增加一件本土病例，是桃园某病院的医师佮卫护董事护理师。这位确诊的护理师按852例，因为发病以后，佮去诊所药房照常甲厝内食饭，引发质疑社区防疫破功。但市长承认，这位护理师确实是警戒。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案例852，护理师是卫生病毒的医师案例838接触者。伊在1月70进前，因为工作甲卫生病毒的医师853摆接触，其中一摆伫同一护理站工作1点钟。1月11卫生病毒医师确诊了后，全病院的人头一波来采检，护理师采检是阴性。又甲确诊医师无密切互动，被列做自主健康管理。1月14小咳嗽，也有脑尿尿。第二天到诊所去看病，也有药局摕药啊。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但是中讲，身为专业人员，警觉性爱更加悬。警觉性比较低，他觉得前2天才刚刚检验过是阴性的。所以他认为的症状，轻微的一个症状，他可能到这附近常在看的。那当然，医师也有警觉到，所以就请他到医院里面再做一个检查。而这名护理师的2个厝内底人，因为出现流鼻水症状，虽然这阵采检拢是阴性，不过感染科医师真烦恼。这护理师在已经有症状、有传染力的时间点，第一时间无通报病院，反倒当时进入到社区，接触到厝内底人加诊所药局人员，万一若是不幸摊开，会造成社区的感染。身为一个医护人员，应该警觉性比一般的老百姓要更高了。对，那他以为自己只是一般的感冒，不过在这个秋冬这个疫情再起的时候，我们医护人员本身也要提高自己的防护的警觉心。既然这位确诊的852案的护理师已经走入到社区里面，当然就很多的不特定的对象的社区人士的接触，那这些人自然也有这个被感染的这个可能性当然也可能社区因而不保。医师认为，这阵台湾14天的自主隔离，加上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是真好的防疫政策。不过，医疗方面要更加详细、更加快速，避免接触者有漏交的情形。医师也呼吁对着自主健康管理的人，要进行加强版的管理。除了挂嘴暗，莫烧酒斗阵食饭，参加大型活动以外，也应该禁止坐大众的运输工具。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陈水扁的母亲陈李新1月19岁，陈水扁今日照常到电台主持公布，落雪赶紧登去送老母豪华进塔，一切送仪遵照陈水扁老母的意愿，简单办理。加油啊！前总统陈水扁的妈妈陈李新15过身，17中昼陈水扁到殡仪馆，真哀伤，尊重妈妈遗愿。告别式真简单，只有简单的家祭仪式。不办公祭，也不设灵堂公开，那选择在今天中午举行简单的家祭，然后会把阿嬷的遗体火化，然后来进塔。不过每礼拜一个广播节目，陈水扁早起照常到电台主持，伊表示并因私忘讲，现场来宾主动关心陈水扁的心情。伊念出亲手写予妈妈的歌词，充满无价情深。叫你一声，我比啥人较爱你。陈水扁也讲，9个月之前，妈妈跋倒大院，身体状况无改善，早有心理准备。总是这条路。无行袂使，安尼也好，毋免阁逐工住遐尼艰苦，我也无能为力。因为后生孙仔行政治路，阿比阿妈妈正做无平凡的妈妈，常常爱徛政治舞台，人生重点伫困梦中过身，留下家属无限的思念。记者综合报道。强烈冷气传到宜兰太平山，下早起结冰，佮落雨15分钟的雪花，
大党的嘉明湖因为降甲要到0度，湖面也结冰。气象局表示，这回冷气团水气保无够寒，明仔中南部的温度会小回降，北部的天气要是打冷，干那15度。看到开始伫咧落雨时，游客拢伸手去接，体验一个特别的感觉。冷气团过来啊！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翠峰山厝，就是透早开始落雨时，游客拢真欢喜伫咧耍水。早上的8点25分左右，在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翠峰山路有下了冰线中夹杂一些雪花，维持差不多15分钟。那时候的温度在摄氏2度，所以它下来都没有积雪。嘉明湖湖面结冰了。来到大东有天色目屎，大东嘉明湖因为气温在0度以下，嘉明湖的湖面结冻，真水铺色的，山友看到地拢真欢喜。后面来的山友千万不要以为结冰了就可以跑到湖中央做滑溜冰的动作，以免发生危险。不过气象局表示，这波冷空气水气较少，加上温度无够，落雪机会可能较低。而气象局继续发布低温的特报，暗时到18透早，部分的平地上低温无够10度。那目前我们预估，在这个比较偏向是西半部到宜兰地区，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可能会出现9到12度这样子的温度。特别提醒，在苗栗地区，就是新竹、苗栗、台中这一块，可能在沿海空旷地区是有机会达到8度，甚至更低。气象局讲，18、8日时，中南部会小可回温，北台湾原是大约15度打冷的天气，19是开始回温，等来到较舒适的天气。记者综合报道。一台巴拿马货船这个日13度菲律宾以东400海里的海峡爆炸，当当时上早赶到的救援的是咱一只东港的渔船，甲22名船员总救起来。稍后渔业署通知超载，佮催纳检疫费，船长是感觉真歹接受。巴拿马籍货轮英航轮因为爆炸有沉船的危险，船员坐着玻璃桶补救，伫大影中被救到。飞去东港籍的渔船明华2号，船顶14名中国籍、8名孟加拉籍的船员，22个人全部得救，不过救人却救出几百多块。一工夫要接，一工夫也唔接，一工夫要接，一工夫也唔接。咱囝唔知起我歹讲，无我甲你带个。因为海面风影大，明华2号的船长通报渔业署，希望将船员送去海影较平稳的猫鼻头海域接驳。渔业署先是通知会由巡河1号协助，后来佮改做中国救助船接驳巡河7号护航。那知影才接完7个人，中国的救助船特别要求驶离开到12海里外，船长质疑无合理，浪费时间。通报要甲人救回去东港，却被通知渔船该当坐15个人，船长30个人已经超载。讲啥物？我的救生艇是15个人尔，嘿。然后我问伊啊，我问伊讲啊，我这唔能够啊等15个人了。伊讲叫我家己去评估风险啊。16号已经倒来检疫的船长也是非常的生气，因为救援时阵人搁伫海上，特别讨检疫旅馆费用20万。一个手爱叫我先汇钱，嘿，借东来咧，借东来去汇啊，你知唔啦？因为它是一个协助政府来救援船员的状况，所以它的检疫的这个费用完全是由政府来负担。渔业署表示，已经通知船长，检疫费用会由政府全部负担。另外，渔船超载的部分是因为安全的顾虑提醒，对于民法2号协助救援，非常的肯定和感谢。记者李小兰、柯俊俊，屏东报道。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就要在1月28日宣誓就职，预计当日会签12项行政命令，落手解决疫情、经济甲种族问题，花费维安也升至上悬坎。国民兵已经进驻超过2万人，扩大封锁的范围。美国华府附近规个拢是铁网啊，还佫有红毛土矿的路障。看总统就职典礼，国家广场嘛关起来，戒备森严。联邦调查局警告，为拜6礼拜到1月20总统就职典礼，可能会出现暴力武装的示威，甚至去互极端分子锁定攻击了后，全美国各州议会提高戒备，13个州响应国防部呼吁，派国民兵去华府支援，累计已经超过2万人。市区封锁的范围扩大，就职摆宴嘛延后1天，改18来举行。紧张的气氛之下，国会警察16证实，一个早假的就职典礼证件的武装男性，伫咧华府市中心警方检查站去互掠。迄当阵伊有举一支半自动的枪，还佫有509粒的枪支。不过，这个男性后来去互放出来。
伊讲伊家己是为维吉尼亚州的庄卡来的，是因为找无路才去用查落来。因为部分支持川普的民兵组织已经警告支持者唔通参加相关抗争的行动，避免陷入警察的陷阱。这个时阵，就要就一个拜登提名维团学家，为人类基因图谱的先拜拿特做白宫的科学顾问，嘛宣布把这个职务提升到内阁的层级，来重新振作科学权威，改变川普政府积极科学的立场。另外，拜登嘛会伫20就职这天签署几项行政命令，因应目前国家面临着上要紧的疫情、经济、气候，抑佫有种族的问题。具体的行动包括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推翻穆斯林国家入境的禁令、延长就学贷款的宽限期、停止赶厝卡，抑佫有增加强制挂喙暗的场合等等。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镜头转来台湾，台湾人是愈生愈少，连带学生年年减少，影响私立学校经营。中华有老师甲私校工会表示，学校毋但无法年无奖金，过年时该甲学校做经费，一工才读600。中华劳工处表示，会阁进行了解。在电话回答学生家长问题，就算是就业假期，中华这间私校的经费式也受老师甲经费断跌。不过老师向私校工会投诉，学校长期要求老师爱轮值经费式，就连过年期间也爱值班。守卫的工作应该交由专业的守卫去负责，这样的一个现象，很多私立的高中职都有，工时也都没有法律的规定，连休假日、例假日都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私校工会指出，学校因公是要求老师爱负起经费责任，甚至无年奖改一工600块的津贴，批评实在无尊重老师的专业，而且不少私校为填补人力，拢有同款的状况。学校表示，目前要轮值的是100多名专任老师，假日日时配1名老师甲经费，春节是2人轮值日时班。家长啦、学生什么问题打电话来，他要来处理。没有，他们时间就是早上8点到晚上6点这个时间，上班时间来。道德上面的一个劝说啦，他没有法规上适用的问题，其他有适用劳基法人员，那我们就会看看有没有违法的疑虑。学校表示，为辅助处理学校的代志，假日才会以抽考的方式，请老师轮值日时的班，暗时会阁休经费留守。只有伫春节之时，互经费放年假。中法官劳工处表示，卡出老师兼任行政职，就爱依照劳基法加班规定。不过，全职教师的调度就无属于劳基法规范，也会到学校做了解，是毋是违反相关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家己东少的温安社区是传统渔村，公共设施有较无齐全，甚至有真侪土地趴荒。社区发展协会最近邀请规划师来起一口大灶，希望和社区的囡仔甲乡亲时代最好主者联络感情。社区志工替大鼎灶下茶，边仔阁有准备鱼仔要来烘。原本这片土地只有种一寡物件，地主把土地管出来，让社区来规划使用。大家做伙讨论了后，决定要搭边仔起一口大鼎灶。旅外的游子，他们有时候假日想回来，那想回来，其实这边也没有一个餐厅，也没有一个，他们希望说营造一个大灶，大家也可以一起准备食材，然后在这边煮一煮，甚至未来这边也可以简单的露营。甚至未来有些空间，如果整理起来，也可以简单的住宿。安尼嘛袂歹啊，整理安尼嘛真好啊。啊，迄大鼎灶你感觉咧？好嘛，真好呢。为什么哈？啊，那为什么人煮物件，迄个拢嘛真好势？东石乡的温安社区有900多人，因为所在偏僻，一寡建设较无充足。社区发展协会甲居民决定打造一间社区厨房，让社区内底有一个会当做伙煮食、维持感情的多功能活动空间。主要大家靠做伙，做伙食物件，咱年节时啊，做伙来讲，这日，比如讲爸爸粽，年底咱炊粿，安尼，老咧，回，都较早迄种农村社会，迄种感觉就找得来。社区发展协会指出，为着生活，大家拢厝外食头路，庄卡内底拢是囡仔甲时大。这卡大鼎灶先来替时大重现早时的生活记忆，刷来阁要替囡仔起一个会当佚佗的所在，让这个社区的生活环境愈来愈好。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寒流接线头连日霜风害台南河良果开花雪野狗影响受粉，无法度结出河良果，也是发袂大粒。台南农业局表示，还未接到农民反映，会请专家了解。
今日要新市占地大约3分的火龙果园，大部分看到这款的景象，有的是火龙果花开花了后煞无冷气，后续果实根本是大袂起来，就亲像冻龄同款，袂记了生长。火龙果农认为是寒流的影响。生长周期伊社会了，伊会开始直直大，真就是拢像迄落伊当开花出来安尼尔。笋来差不多伫个要9成外咧啦，剩无几粒啊，后手就板头甲搁顶少啊。除了这区之外，附近的火龙果农嘛发现同款的状况。前期是利用日照调节，原本是希望会当伫旧历春节进前会当卖一个好价销，但是因为气候反常，煞催花无成功，啊无就是开花了后，既然是到过工才慢慢冷气，后续果实嘛无法多大。在寒流来的时候，刚好是开花的时间，然后开花的时间，然后造成它的那个花期开花的时间拉长了，然后造成它那个授粉不良。授粉不良以后，就是造成它不容易着果。只要是农作物啦，以天气而言，慢慢大。即使说我们新市的面积不大，可是我们还是会跟农业局还有我们公所去协调。业者是认为，几年前的霸王级寒流虽然搁较冷，但是真紧就回温，火龙果受到影响无大。但是这波的寒流是一波接一波，伤害是搁较大。对此，淡市热局是表示，种火龙果较济的是东山以及柳营一带，并无接到农民的反应，将会搁请专家来了解。记者郑混淡报道。最后来关心明仔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8度到17度，中部地区9度到20度，南部地区10度到22度，东部地区11度到19度。外岛地区7度到16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虎hen咱再会。